大家好，欢迎回到沈妍夜话的塔罗占卜频道，我是佳莹。这一期的主题是让塔罗牌揭示，在7天后静静等待你的是什么？当一群人同时望向远方时，宇宙会听见这份共振。这7天里，因期待而发光的眼睛、轻盈的脚步和敞开的心，已经改变了命运的轨迹。现在，请静心呼吸，默念1周之后，什么在等待我？然后用直觉选择一张与你最有缘分的牌面。第一组，星辰之月；第二组，日序之门；第三组，虹桥之旅。选好了吗？你的礼物正在路上。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咯。好，先看第一组。这一组我感受到一阵轻盈的风。7天之内，一个你曾反复思量的冒险机会将会浮现可能是新的合作邀约、异地相关的消息，或是某个转折点，可能是停滞的项目突然推进，或收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学习机会。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会有仿佛从小说里出来的迷人相遇；有伴侣的朋友将共赴一场难忘的旅程，也可能是一笔意外的财，可能是退款、奖金或赠礼，这会带给你惊喜。牌里的长杖8与圣杯9暗示这个机会将完美匹配你的热情与才华，即便最终没有落地，但是这周你为可能性做的准备，修改简历学习新的技能，调整形象等等，都会在21天内带来实质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风与火都会听你号令，所以你会发现自己会更容易地捕捉到灵感与贵人。好的，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趟名为星辰之月的塔罗旅程吧。请你找到一个不被打扰的片刻，舒舒服服地坐好，深呼吸，将注意力从繁杂的外界收回到你的内心。现在，请你在心中默念你的名字与这个问题：7天之后，哪一颗星辰将为我而跃？然后随着你的呼吸，将全部的意念集中在你刚刚选择的第一组牌面上。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的指示牌是星星正位。在整副塔罗牌中，星星是在继高塔的剧烈动荡之后所带来的希望、灵感和治愈。它出现在这里，作为你占卜的指引，其意义无比清晰。你正在，也将从一段充满压力的时期中解脱出来。你的灵魂会重新与源头活水连接，内在的灵感和希望将被再次点燃。这一周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轻盈和明确，仿佛在夜空中找到专属于你的那颗引路星辰。那现在，让我们怀着这份充满希望的宁静，展开为你呈现具体启示的4张解读牌。第一张呢，是过去的基础，是圣杯骑士的正位。这张牌描绘了一位优雅的骑士，手持圣杯，骑着白马缓缓前进。它代表着浪漫的理想、情感的邀请和美好的愿景。这张牌揭示了你为此刻所埋的伏笔。在不久前的过去，你许火在感情上曾真诚地付出过温柔，或者一直在内心怀揣着一个关于感情的美丽与梦想。在事业上，你曾追随着自己的灵感，提出过一个充满诗意的构想，或者接受发出了一个邀请。在状态上，你一直保持着一种对生活、对未来的浪漫，即使有失望，但心底那份对美好的相信从未真正熄灭。这位骑士的白马步伐从容，告诉我们你过往所有的真诚、梦想和期待都不是突然的，他们如一封封寄到未来的信，而在这一周，你将收到第一封珍贵的回音。第二章是当下的影响，
我们抽到了是权杖八，也是正位。这是塔罗中最迅捷、最充满动能的牌之一。八根权杖如离弦的箭，划破长空，飞向他们的目标。它代表着高速的行动、迅速的进展、消息的快速传播和束缚的解除。当权杖八出现在当下的影响位置，就如同一阵强劲而顺遂的东风，吹入了你的生活。这意味着进展神速，之前拖延卡顿的事物将在这一周内突然获得巨大动能，以让你惊讶的速度往前推进。消息来临，你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电话、邮件或者通知，极有可能在7天之内突然抵达，而且大概率是好消息。束缚解除，那些让你感到被困住的限制，无论是思维上的还是现实层面的，都会被打破。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行动力。这张牌与圣杯骑士的结合妙不可言，浪漫的愿景碰上了强大的执行力，这就是为梦成真铺设好了最完美的跑道。第3章是关于未来的启示，我们抽到的是圣杯9的正位。这是大名鼎鼎的梦成真牌，画上的人物满意地环抱着双臂，身后9个圣杯整齐排列，象征着情感和愿望的极大满足。它出现在未来的启示位置，直白地告诉你7天之后浮现的那个机遇或者事件将为你带来深层的满足感和喜悦。这不仅仅是得到，更是这就是我要的那种精准的契合感。在感情上，这可能是一次让你自信心爆棚、内心被爱充盈的一次互动，你会真切地感觉自己被欣赏、被珍惜。在事业上，这可能是一个能让你大展拳脚、展示才华的舞台，收获的不仅仅是成果，还有众人的赞誉和自我实现。在财运上，这可能是一笔能让你考上自己、享受生活的进账。圣杯9是愿望之杯，它敲你保证，这一周你心中最常浮现的那个期待，正是宇宙为你精心准备的方向。最后一张是结果，是世界牌正位。作为大阿尔卡纳的终点，世界牌代表着圆满的成就、完整的循环、旅行和成功。这是最积极、最完满的结局牌之一。它出现在这里，为整个牌面解读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点。它告诉我们，7天之后开始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好运事件，而更可能是你人生中某个重要章节的成功完结和新篇章的华丽开幕。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项目的圆满尾声，并由此为你带来更广阔天地的大门。也可能象征着你个人成长上的一次毕业，你终于整合了自身所有的部分，准备以更加成熟、更完整的姿态进入下一段生命里程。同时，它也强烈暗示着与远方的连接，可能是实质的旅行，也可能是跟国际或者跨界事务相关的成功连接。那现在，我们将5张牌串联起来，聆听他们为你讲述的完整故事。因为你在过去一直怀抱着真诚的梦想和浪漫，宇宙现在为你注入了强大的行动力和机会，在1周后迎来一个带来深层满足和喜悦的成真时刻。这整个过程的指引是你内心重燃的希望和灵感，而其最终导向的是一个圆满的成就和全新的开始。具体到生活中，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是事业层面，你之前一份充满创意的方案，圣杯骑士，突然收到客户或上级的极力赞赏，并要求立刻推进。权杖8， 1周后，你可能会站上展示成果的舞台，收获掌声和新的职位机会。圣杯9和世界。如果是感情，那么你一直保有的温柔和魅力，圣杯骑士会通过一次快速的邀约或者一场意外，在1周后带来一次让你感到无比满足和心动的约会，或者是与伴侣达成一个关于未来的美好的共同愿景。圣杯9，这会为你们的感情开启全新的幸福阶段。世界。在个人成长上，
你内心的渴望，星星驱动你报名了一个课程或者开启了一个计划，圣杯骑士，在1周内你突然获得了突破或者一个展示机会，权杖8，这会让你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自信，圣杯9，标志着你个人某个学习或者修养周期的圆满完成。世界，你要记住，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风和火都会听你号令，这是笃信，不是迷信。这个信念它会唤醒你内在的权杖8能量，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敏锐和效率，随时准备抓住飞来的机会。星星牌还在告诉你，这一周要特别信任你的直觉。床头放一个笔记本，任何灵光一现的想法，哪怕再荒诞，都要记录下来，它们会成为你未来的地图。世界牌呢？它关乎能接纳和完整。这一周有意识地对新事物、新朋友、新观念说 yes。你展开的怀抱就是在向宇宙发出我已准备好迎接完满的强烈信号。好了，以上就是第一组的全部解读了，请带着这份甜蜜的期待度过你的闪闪发光的一周吧。那颗为你而跃的星辰正在调整轨道，准备跟你转个满怀。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好，谢谢大家了，我们下次再见。接下来我们解读第2组，共同开启这趟旭日之门的塔罗旅程。请你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舒舒服服地坐好，深呼吸，感受气息如何流入你的身体，又如何缓缓离去。现在，请你在心中默念你的名字与这个问题：7天后，怎样的荣光将会降临？然后，将你全部的注意力与意念温柔地倾注于你选择的第2组牌面上。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的指示牌是太阳正位。在78张塔罗牌中，太阳是最为光明、积极与充满生命力的牌，它代表了成功、活力、纯真的快乐与清晰的视野。它作为你此次占卜的指引，是一个再不明确过的宣告。你正走向一段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所有的事物都将变得清晰、简单，充满温暖。这张牌承诺了绝对的顺利与孩童式的喜悦，它告诉你，任何阴霾都将被驱散，你独特的才华与价值将在阳光下被所有人看见。这一周，请像孩子一样，对世界保持全然敞开的好奇与信任。现在，让我们沐浴在这片金色的光辉中，展开为你揭示具体路径的4张解读牌。第1张是你的基础，隐士正位。这张牌描绘了一位智者独处于雪山之巅，手持一盏真理的灯，在寂静中寻求深刻的智慧。这张牌出现在过去的基础这个位置，揭示了你为此刻的辉煌所付出的代价。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或许经历了一段远离喧嚣的自我探索期，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与应胜。在这段时间里，你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人群的中心，在孤独中摸索方向，寻找生命的意义。像一个寻求真理的学徒，在专业领域或心灵层面进行了刻苦的钻研与积累。这位隐士手中的灯是你所有的努力的象征，你过往的所有孤独、探索与沉淀都不是无谓的消耗，而是在黑暗中为自己打磨出的独一无二的光芒。正是这段隐身的岁月，为你此刻的被看见积蓄了全部的能量。第2张是当下的影响，我们抽到了战车牌的正位。这是一张代表着巨大的意志力、胜利与前进的牌。战车上的勇士手持权杖，驾驭着2头方向相反的人们身狮兽，以不可挡当的势冲破一切昂寨。当战车出现在当下的影响这个位置，意味着一股强大的
征服性的能量已经在你体内苏醒，并开始作用在你的人识上。这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你正在让强大的自律与决心驾驭着生活中相互矛盾的力量，比如感性与理性、工作与家庭，并朝着目标稳步前进。它还意味着你的突破与进展，你在某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关键的突破性的进展，这让你充满了自信与掌控感。这张牌的出现表明你已经迎入了赢家的轨道，气势如虹，外界开始感受到你的力量与存在。这张牌与隐士的结合，绝妙地展现出当深度的内在智慧隐士与强大的外在行动力战车结合时，一个人便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无人能挡。第3章是对未来的启示，权杖4。这是一张描绘稳定、和谐与庆祝的牌。画面上的人们在丰收的庄园前高举花环，庆祝家园的稳固与生活的美满。它出现在未来的启示这个位置，为你描绘了7天后那件好事的清晰画面。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闪光，而是一个稳固的、值得庆祝的成果。它会带给你安全感与归属感。在事业上，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项目的圆满成功，并由此获得了稳固的地位、长期的合约，或是一个如同家一样可靠的团队。在感情上，这可能是一次关系上的重大确认，比如订婚、同居，或是一次深度的和解，让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温暖的新阶段。在生活上，这可能关于一个家园的落成，比如找到心仪的房子，完成装修，或在内心找到真正的立足点。权杖4是战车征战后的庆功宴，是隐士找到答案后的安居乐业。它告诉你，你将收获的是一份坚实而温暖的喜悦。最后一张代表着最终的结果，跟第一组一样，也是世界。世界牌再次出现，作为大尔卡纳的终点。它代表了圆满的成就、完整的循环与成功的庆典。它出现在这里，跟第一组不同的是，它与太阳牌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结局。它强调7天后开启的是你人生某个阶段的完美闭环与盛大谢幕。你长久的努力与最近的强势突破，将会为你赢得一个公认的完满的成就与全新的世界的开启。那现在，让我们将5张牌串联起来，聆听他们为你谱写的英雄史诗。因为你曾在孤独中不懈地探索与积累，这让你拥有了强大的内在力量与清晰的视野。此刻，你正以无可挡挡的意志驾驭着生活，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这一切的努力都将在1周后为你带来一个稳固的、和谐的及值得庆祝的丰硕成果。整个过程当中，你被无限的活力与光明所指引，而最终你迎接的是一个人生阶段的圆满成就与全新世界的开启。具体到生活中，这可能意味着在事业上，你长期在一个领域的深耕、隐士，加上最近一个项目的出色完成，战车，致使你在7天后可能获得晋升、重要的奖项或公众认可。太阳，这确立了你在行业内的稳固地位。权杖4，标志着你职业生涯一个周期的圆满。世界，如果是感情层面，那则是源于你对关系的深度思考与印证、隐士，以及你近期为维系或推进关系所做的积极努力。战车将在7天后迎来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比如浪漫的求婚、见家长或共同购置爱巢。权杖4，这让你们的关系沐浴在阳光下，并开启全新的生活篇章。世界，如果是在个人成长方面，你一段时间的闭关学习或修行、隐士，以及你克服惰性坚持实践的意志力。战车
将在7天后通过一次完美的展示、考试通过或作品发表而获得公众赞誉。太阳，这为你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与成就感。权杖4，象征着你这一阶段学习圆满毕业。事件，在这7天里，太阳牌所暗示的是绝对的清晰。点出手机备忘录，或者铺开一张精美的纸，写下你不敢说出口的野心，也如我要成为某某领域的专家，或者我值得一场盛大的被众人祝福的爱情。每天清晨都看一看，这本身就是用战车的意志力将你的目标推向人时。另外，也务必要争取在日出时分接触阳光。太阳的能量最为炽烈，沐浴晨光是和这张牌最强的能量连结，它会净化你的麻刺场，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与自信。还有一件事，筹备庆典吧。权杖4和世界都指向庆祝，现在就开始在心中或者实际上筹备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吧。可以是想好要请谁吃饭，看好要买哪条裙子，或简单的在日历上标志一个庆祝日期。这个筹备的动作就是在向宇宙确认，我已准备好迎接这场盛宴。请昂首挺手走向你的旭日之门，门后不仅有万众的注目，更有你一路走来那个不曾放弃的闪闪发光的自己。好啦，以上就是第2组的全部解读啦。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吧。接下来我们就解读第3组的虹桥之旅。好，来，先找个舒服的姿势。手边有温水的话，可以喝一小口。对，就这样哦。慢慢的闭上眼睛，做一次深深的呼吸，再缓缓的呼出来。现在请你在心里轻轻的念出你的名字，然后问出这个问题：7天之后，哪座彩虹会为我连接到新的彼岸？好，感受你刚刚选择第3组的那一下心动，把那份确认的意念稳稳地放在心里。准备好了吗？好，先看我们的指示牌是圣杯10正位。看到牌面这张牌一出来，整个氛围都变得好温暖。它描绘的呢是一个家庭，一个团队，在星空下拥抱彼此，彩虹之上悬挂着10只满意的圣杯。它在这里是要告诉你，你追寻的从来不是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段长久、稳定、充满支持与理解的深层连结。这是一种灵魂家族的归属感，是那种无论外面风雨多大，你知道有个地方永远为你亮着灯的安心。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执事牌的信任，展开你的4张解读牌。第1张，过去的基础，宝剑2逆位。这是一张关于抗拒与解责的牌。画面上的人蒙着眼，双手交叉紧握宝剑，背对着汹涌的海面。它出现在这里，揭示了你不久前的状态。你或许在面对某个两难的选择时，因为害怕受伤而迟迟不愿做出决定，甚至有点自欺人。或者说在感情或人际关系里有过一段自我封闭的时期，用冷漠当作保护自己的铠甲，或者你刚刚结束了一种思绪上的混乱和内在的抗争。
但是你看它是逆位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你已经开始或者正准备拿下蒙眼的布，放下交叉在胸前的剑。你过去那种僵持、防备的状态正在松动，这份为意放下的勇气，就是你为此刻埋下的最关键的伏笔。那第2章当下的影响是星币骑士正位。这张牌就很棒了。一位沉稳的骑士专注地凝视着很重的星币，他的黑马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稳健。它出现在当下，说明你现在正在一种非常靠谱、非常专注的状态里。你可能正在脚踏实地地推进一个实质性的计划，比如认真工作存钱，或者精心规划一次游行、一个家，变得比以往都更重视承诺与责任，给人一种你办事我放心的可靠感。这份靠谱，这种一步一脚印的能量，就是你现在最强大的吸引力。它不像烟花那样耀眼，但却像大树扎根一样，能为你吸引来同样稳定而丰盛的回报。第3章，未来的启示是圣杯国王正位。如果说圣杯骑士是浪漫的邀请，那圣杯国王就是情感世界的成熟主宰。他安坐在宝座之上，手持圣杯，一切尽在掌握。他出现在这里呀，预示着7天后你会泄欲或更深的连结的，是一种非常成熟、包容、富有创造力的情感能量。这可能意味着你会遇到一位像圣杯国王一样的人，他情绪稳定，充满智慧，能给你深刻的理解与支持。或者你自己将进入这种状态，能以一种未曾有过的成熟与慈悲去处理一段重要关系，成为别人的依靠。以及在事业或创作上，你将获得来自一位导师或权威人士的充满人情味的鼎力支持。这张牌和圣杯10呼应的真好，它告诉你，那通往心灵家园的虹桥是由成熟的情感智慧与稳定的支持所构筑的。第4章，最终的结果与建议，政治正位。这是一张关于炼金术的牌，天使手持金杯，将水在2个杯子间从容流动，融合，脚踩大地与水源。它出现在结局的位置，它的意义非常深远哦。他说，这整段虹桥之旅最终带给你的，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一种叫做平衡与调和的至高艺术。你会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完美平衡点。你会学会如何将不同的能量，比如你的梦想与现实，融汇成全新的、更高级的东西。你整个人会进入一种不疾不徐，感觉一切都刚刚好的生命流里。这可能就是最大的礼物，一种内在的、持续的和谐与幸福。来，我们把故事串起来。因为你终于决定放下过去的防备与整扎，并且开始用踏实稳健的态度去建设生活，这使你在1周后吸引或成为那种成熟有支持力的情感能量，圣杯国王。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你引导到那个关于心灵家园与灵魂家族的终极梦想，圣杯10。而整个过程最终会让你学会平衡的艺术，达到内在的和谐正治。具体来说呢，人际关系上啊，你不再逃避某段复杂的关系，宝剑2逆位，而是真诚的、耐心的去沟通与付出。星币骑士，7天后可能会与家人、挚友或伴侣
达成深刻的和解与理解，圣杯国王，让整个关系氛围变得无比温馨与包容，圣杯10。而你自己也找到了与人相处时最舒服的节奏，整治。好，那在财富与生活上呢，你停止了在财务上的混乱思维，宝剑2逆位，而是认真执行储蓄或理财计划，星币骑士。这可能在7天后带来一个可靠的长期收益机会，或是让你找到一个如同家一般让你安心的空间或圈子。圣杯国王与圣杯10，你找到了让财富与生活品质平衡共融的秘诀，整治。好哦，那在接下来的7天里，睡前想象一道温暖的金色光线，像丝线一样温柔地缠绕在你的食指上，这是召唤稳定丰盛能量、星币骑士与和谐关系的古老意念练习。另外，政治牌喜欢慢。这一周，请你特意的去做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譬如慢慢煮一壶茶，慢慢抄一段文字，慢慢散步半小时，校准你内在的平衡。还有一点，基于圣杯国王的能量，这一周每天至少给你身边的人一句发自内心的具体的赞美，譬如你今天这个想法真棒，或是谢谢你刚刚听我说话。这份流动的善意会加速你的虹桥建成哦。好啦，以上就是第3组的全部解读啦。平静轻柔的，请相信你所邀的不是短暂的幻影，而是绵长的祝福。这座虹桥会稳稳的接你回家。好，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谢谢大家啦，我们下次再见吧。